我的药呢？我的药呢？老爷，知府大人来了，说是要宣皇上的口谕。皇上口谕，皇上来了！皇上口谕，皇上口谕，皇上口谕！老爷，快去！快去！帮老爷换衣服。快去！知府大人，老臣恭迎皇上圣旨。您身体不好，这大礼就免了吧。不，哪怕是老夫的病再重，哪怕行将就木，老夫有一颗忠臣的心，就让我跪着接圣旨吧。臣接旨。华太师，您对皇上真是忠心耿耿啊！下官一定要找机会给皇上奏明。谢谢。请华太师听口谕。皇上说了，今年这寿联的不少佳作都出自苏州，看来这苏州是人才济济，是个诗书之地呀！过些日子皇上打算亲自来苏州巡游，一来给头名黄无忌颁奖，二来选拔人才。革命苏州知府会同华太师做好接驾准备，钦此。臣接旨。石匠、石榴，赶快看茶。我要和知府大人商讨皇上的重托。是老爷。快！华太师，你不是有病吗？只要皇上惦记着老臣，老臣就没有病了。好，快去！知府大人，请，快请。华太师我要向您请教。如果皇上要是真来苏州，那你说咱们怎么布置安排才能合皇上的心意呀？这好办哦。你知道皇上为什么来苏州？为了对联。还说苏州是诗书之地我们要让苏州锦上添花。在皇上亲临之际，要让苏州各处变成儒雅之乡，处处是诗词楹联，人人出口成章。要让这里的每一片树叶，每一棵小草，都充满了诗意、画意呀！哎呀，妙啊！哎呀，太师啊，你这主意高啊！若是这样，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呀！好。哎呀，不过华太师啊，这皇上御驾巡游之前时日无多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我早就想好了。我跟你说好，好。今天这人还真不少啊，这算什么呀？吹的什么呀？都吹走一半了。好，换成你啊！此番皇上御驾巡视苏州，是我们苏州人民莫大的荣幸啊！我们一定要精心布置，来感谢皇上的恩典啊！为了迎接皇上，本知府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要带领苏州人民，把苏州变成诗书之城。好了，现在颁奖。拿来！哎，徐贤弟，怎么发的是盘子呀？你的，还有这个，不是他，哎，行了，停！金盘子，我们要请这些带头人，要宣讲这个对联之道。
大兴对联之风。哎，大家热烈鼓掌，让他们讲话。哎，诸位贤弟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同是带头人，为什么他是金盘子，咱们是瓷盘子？得第一拿个盘子有什么用啊？还是瓷的。从来文无定法，何来的第一第二？甭换了，瓷盘子也行，回家吃饭使呗。不是哎呀，快别提了，还吃饭呢。自打输了比赛，我是天天干饼子就咸菜，还用得着盘子吗？诸位乡亲父老，光发黄某不才光发快，了蒙知府大人厚爱，做着大兴对联之风的带头人，实在是万分荣幸啊！既然做了带头人，就应事事为模范。在此呢，我想向其他几位带头人出一上联求证，为这盛典添彩，也为大家做个表率。各位可愿意听啊？他这不是当众挑衅吗？咱们四个还弄不过他呀！啊，来弄，来啊！那黄某就献丑了。我的上联是：上沟为老，下沟为考，老考同生，同生考到老。哎，这骂我呢，这是。文兄啊，他这不是在骂你，他是在影射你啊。影射，影射，影射比骂更阴毒。什么是影射啊？这联啊实属高明，不但要对上字形，还要切合词义，更要有所影射，对起来真的不容易啊。细想想，不是堂兄，连你自己都觉得不容易，那咱们只能认输了。输也没什么好怕的呀，就当是吃一堑，长一智呗。怎么样啊，诸位才子，能不能对得出来啊？对不出来，我可就出下联了啊！你先等会儿。啊，皇兄才华横溢，令唐某佩服。这次我们四个都对不上来，还请皇兄赐教。上沟为老，下沟为考，老考同生，同生考到老。一人是大，二人是天，天大人情，人情大过天。好，碎了，还管盘子碎不碎啊？这面子都碎了一地了。我的也碎了。瓷盘是很雅呀，可雅的东西不经摔容易碎。做人还是实在点好啊，光有名号可不成啊。刚才我那意思，他对的确实是好嘛。徐贤弟，来给你。回家吃饭还有的用呢。走吧，走，走吧。快了。大豆炒大豆，3枚铜钱一抓。听听，现在卖炸糕和大豆的都对上联了，有辱斯文，贻笑大方啊！哎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怎么叫贻笑大方？正是对联大师唐。这位祝大师说的。祝大师，朱大师，说说什么不对了？就是怎么不对了？既然兄弟们这么抬举我也就不推辞了。这对联讲究的词对、音对、格式对，才能成为好对子。词对啊，就这个字词之间，词义相似，可意思相反。音对呢，要平仄有规律。这格式呢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你来一个，对上了。嘿嘿，请你吃炸糕。对，你要是对得好，有点意思啊。吃这个炒他能大豆对吗？哎，看看吧。嘿嘿，行，你们这个炸糕和大豆我是吃定了。听好了，稻草捆秧复抱子。豹子，这上联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能对得上来吗？我就说嘛，这对联不是你们这些市井小民随随便便就能对得上来的，得有规矩，得有学问的。这位祝大师的联看似智慧，实则无礼也。哎呦，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皇儿！你说我这不对哪儿不对了？就算这稻草老，秧苗小，何以见得这稻草是妹妹而不是兄长呢？对呀，啊，
说的对。哎，哪过来？各位评评理，这位黄先生说的很对啊，为什么不是兄长，而是妹妹呢？对不对？就是啊，对啊。要这么说的话，他的对联还不如我的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如我的呢？皇兄啊，你有才华，唐某佩服，但这对联讲究的是联想和比喻，你怎么可以实实在在的往里深究呢？哎，唐贤弟，不用跟他在这儿解释，咱们走，咱们走。哎，别走别走，还没下联呢。对了下联，哎，才能走。对了下联，来对呀，对了下联呢？对下联，就是对呀。对，我是出的上联，下联是给别人对的啊。这种联儿雕虫小技而已，何劳他人出手啊？哦，那倒要领教了。我也尊称你一声唐先生，大比我已经胜出了，在这街道上嘛，我也就不愿意再胜了。嘿，我说你个皇儿啊，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啊！不惭一定是有的，大言未必。要不你对呀？我比我对手，对呀，就是啊，从来以文会友，不是斗气的。既然祝兄这么谦虚，要不我来试试？哎呦，那有劳贤弟了。好啊。稻草捆秧复抱子，竹篮提笋母怀儿。竹为母，笋为儿，与稻草秧苗父亲儿子，一一相对。那不知皇兄还有什么见教？哇，好厉害！等等，我也能。哎呀，对得好，我也能，厉害！我真的能对出下联，我也能对，这算什么？对的好棒啊！哎呀，老板，哎，来了，老板，来，上酒上菜。哎呦，又是您四位爷呀！哎，过会儿吃完了，谁来？都看着我干嘛？我长得像银子呀？祝兄，这刚才呢，人家堂兄给你解的围，知道吗？这顿饭呢，你得请。就是该请。哦，是啊，来4碗米饭，赶紧的。这就点饭啊！废什么话呀？快去呀！怎么了？你们不是说让我请吃饭，请吃饭？那米饭也是饭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还有拌饭的，都备好了。哎，你看你们，你看你们，一掏钱就没个才子样的，什么东西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现在吃好的没味儿，等皇上来了苏州，咱们在皇上面前大胜皇儿一把，那个时候你们想吃什么我都请，咱们就选贵的吃。你先别说那个啊，你先说说咱们怎么大胜皇儿啊？唐贤弟，饭上的慢，你先吃点这个垫垫。哎呀，能从祝兄嘴里掏食吃，我这面子可真够大的啊！那好，既然我们要趁皇上来苏州之时大胜皇儿，我们就得取得先机。先机？怎么先怎么机啊？既然我们要跟皇二斗法，那么我们就得让苏州城所有有门的地方都挂上我们4大才子的对联。哦，皇上一看，那皇二他自然名誉扫地，继而甘拜下风了。这个好，堂兄威武啊！这是个好主意啊！啊，好，老板加菜，我付钱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这就对了。那现在主意也有了，菜也有了，那这些不吃了吧？晚膳一消，谢谢。哎，好联好联呐！磨砺以虚，问天下头颅有几？疾风而逝，看老夫手段如何？好联啊！
刷脸剃头都能有帘儿，我这搓澡的能不能给出个帘啊？能，只要有心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人。给我也出一个吧。我给你想想啊。到此皆解己之事，相对乃忘形之交。忘形，好帘儿，好帘儿！唐公子，让开！唐公子，他搓澡的都能写对联，我演出的，能不能写对联啊？可以，360行，行行都可以写对联的。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斩断是非根。好，写得好啊！一刀斩断是非根。哎，来，哎，老板，谢谢您送对联来了，公子啊。本院扁鹊又无声，这边，妙药驱散物万虫。那下一联谁给我出来啊？不知道啊。下联就是这个。深浅皆能趁客心。对了，先贴上吧。那我们就再换一家，好吧？好，走。来，这位姑娘，这对联是你的。看好了，这上联是飘逸发丝随风舞，下联是婀娜腰身比燕青。这位姑娘，这是你的。这上联是娴静似浇花照水，下联是行动如弱柳扶风。好啊！有我的，花宝宝，我给你写的上联是飞将斗张飞，张飞将，张飞，飞亦心胆寒。听好我这下联啊。花魁探花，探花魁，探花，花儿为人儿醉。哎呀，非常淫躁。放心，主公子，这个白送。哦，字写得好。那你就写呀，快写呀！来！貂传四海，长啸赤风雷。信达三江，雄风冠神州。好。你看标军能有，我们武林人士也得有啊。有，是不是啊？别急嘛，那个既然是武林人士，那我们就不分门派了啊，我就出个联，把大家都带进去，你们看如何？好。南拳北腿八卦掌，拳腿掌铸造万年风骨。大刀长枪齐眉棍，刀枪棍舞出一代英豪。好。写了，写下来。真是好联啊！是啊。唐兄弟，祝兄啊，这联送的怎么样？这全苏州城的青楼全送了联，我这脸呐都快被他们亲肿了。兄啊，我送的医馆、扇子铺，印染坊，都是很雅的地方，你们那都不算什么，我送的全是武林人士。你看啊，他们可全是武林高手，会轻功，夜行百里。现在千里之外全是咱们的对联。所有地方处处都有我们四大才子的对联，让皇上看了悦目，让皇二看了胆寒，让我们江南四大才子扬眉吐气。
呀？哎，蚊子不行，你嗑我撂单的想动我，来啊！等等啊，我一会儿上完厕所啊，一个都不许跑啊！等，哎，慢着，到这儿来，当然找你对联，难道是给你送纸啊？就，这地方污秽不堪，怎么可能有对联嘛？哎，非也，这个地方虽然污秽，但是可以用对联的文气来涤荡一下这里的浊气吧。锦上添花不算厉害，把污秽变成文雅，那才叫本事，是吧？哎，文兄啊，要不你先来？好，可我这天下英雄豪杰到此俯首称臣。哎，你接。哦，果然是变拙为雅了。等等，有了，慢着，文贤弟，咱们这上联还没完呢吧？对，得出完了上联之后，你才能对下联。你快点，听着。天下英雄豪杰到此俯首称臣，有小便。本来是雅的，可这下又变拙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我还得加一个字，这上联才算是完整啊。有完没完？天下英雄豪杰到此俯首称臣，有小便宜。先是变拙为雅，后来又加了一个粗俗之词，然后又加了一个多音字。这联可不好对了啊！等，不行，想上的舒舒服服的，赶紧对出来。谁能保证你在那儿不是在翻书查下联？对呀，谁上茅房还看书啊？别人不会，你可不敢说啊！说吧，书藏哪儿了？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只要你承认你对不上来，我们就放你进去，踏踏实实上去。也罢，我认输，对不上。哎，认输了吧？王二对不上了，王二认输了，对不上了。哦，认输了，对不上了。快说吧，堂兄，来吧。世间贞烈女子，近来宽衣解裙。得大姐图好，天地正气。从来这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啊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是吧？对，哎，真是的。走吧，舒服点啊。唐伯虎，你们江南4大才子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卖壶嘞，游西湖，提西湖，西湖钓西湖，西湖。哎，这位爷，您看看我这壶吧。啊，好，我看看。这位爷，您要买我这壶啊？货难平，卖难平，难平得难平，难得难平。这壶我不缺，倒是您这瓶啊，还真不错。多少钱啊？100文，您拿走了。100文？望天空，空望天，天天有空望空天。你看我这荷包，如果真的买了你这瓶的话，那可就真的空了。这样吧，60文吧。哎呀，求人难，难求人，人人逢难求人难，在多少天的？双手劈开对得好，冲你这好帘子，80文我拿走，怎么样？好嘞，您拿走吧。好，再见啊！谢谢您了。走好啊。掌柜的，当书5两。来，残书1本，充吃熟咬，字迹不变，这书只能给你当1两。这春读书，秋读书，春秋读书，读春秋。我好歹也是个读书人，你轻慢了我可以，可不能轻慢这先贤的著作。哎，咱这是东当铺西当铺，东西当铺当东西，这是当铺，当铺有当铺的规矩，最多给你1两2钱，要不您拿走。哎，当了。啊，好，给你。哎，唐伯虎，唐先生，
大家快看呐，唐伯虎，唐先生，唐先生。唐公子，这是我当书的钱，请收下。教我对对联吧，请受弟子一拜。这位大哥，我不是唐伯虎啊，而且我最怕对对联了。现在你是唐伯虎，而我不是；你是唐伯虎，我不是；你是唐伯虎，我不是；你是，我不是；你是，你是，你是唐伯虎，你是唐伯虎，你是唐伯虎。身轻担重，轻飘重。好了，脚短路长，短走长。好对，好对。进去吧。我这是大路小路通天路。莫争莫抢生死门。好联，好联啊！到你了，进去吧啊！来，给我。鸡蛋无盐，真蛋蛋。等等啊。猪肠未切，好长长。好联。大家排好队啊！别急别急。夫人啊，我饿了，我都对了一天了，我想吃熏肠。吃什么？都发到300多号了，对不出来，饭也别吃。下一个。哎，等。鸡蛋无盐，真蛋蛋；猪肠未切，好长长。接入耳，忧国忧民，真是好啊！怎么样？真是还挺好吧？求人通天路，莫争莫抢难求人难。我说怎么样？不错。你们那个也很好啊。再听听你的。好。闲进寺浇花照水，行动如弱柳扶风，飘逸摇姿随风舞，婀娜腰身比燕青。哥哥，你看我这脸好不好吗？哎，老妈子，这花宝宝他。杜公子，你可真不雅！自从您上次起了头，听说万岁爷要来我们这玩玩，很多客人呐进来就得对对联儿，对不上呢，我们姑娘就不理他。别再来找我！哎，花宝宝，你听我说呀！花宝宝，你听我说呀！花宝宝，你听我说呀！花宝宝，别对了，我都要吐了。客官请坐。谢谢。堂堂读书之人呐，本来好好的，为了这对联啊，现在搞得像唱戏似的。别提了，我现在一天对1000多副对联，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都说有女人追是好事，依我看，这多了也不是什么好事。三位都在是吗？啊？你怎么也乔装成这样了？不弄成这样不行啊！你不知道我惹祸了。我那个对联啊，在镖局里都传遍了，现在黑道白道全都找我呢，说要给我抓到寨子里边去当压寨夫人，顺便给他们写对联、对暗号。都听见没有啊？对对联都惹上黑道了，这日子还怎么过这？你还笑？各位仁兄，你们想想，我们都这个样子，那位黄二先生，估计现在比我们还惨吧？
今朝灯火阑珊处，何忧无有？他年折桂故蟾宫，必定有君。哎呀，多好的一副对联呐！有朝一日，皇上来到苏州，折桂故蟾宫的人必定是我呀！秋香，你干嘛呢？还没睡啊？我都睡一觉睡醒了。啊，睡觉真好啊！我梦到唐公子了。你干嘛呢？就你有梦啊，我也有梦啊。我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，在努力学习对联呢。啊，我们都是丫鬟，学对联干什么？我可不想一辈子做丫鬟。16，有朝一日皇帝一定会到咱华府，到了华府以后，他一定会看上我的。你说他看上了我，他要跟我对对联，我对不出来，岂不是要让皇上失望？皇上一失望，不带我回宫里，我这不就功亏一篑了吗？秋香姐，你想的可真远。哎呀，我可不想进什么皇宫，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，哪怕是皇上叫我进宫，我也不去。16，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我的梦想，那就是和唐公子在一起吃吃喝喝、玩玩闹闹、游山玩水的。哪怕他看不上我，但是能当他的红颜知己，我也算美梦成真了。所以呀，你要努力学习对联呢。啊？为什么要学习对联？你想想，这唐伯虎是什么人？一代才子啊！他每天说的话都那么文雅，脑子里想的也都是诗词歌赋。你要跟人家成为红颜知己，总不能人家跟你谈诗歌，你跟人家说吃喝呀。可是我只会吃吃喝喝，怎么办？所以你更要努力学习对联，为了实现你的梦想，就学习吧，别再睡啦。好，我要好好学习。今天晚上我不睡了。到时候我学会了对联，就去找唐公子跟他对对联去。学了对联，我就能见着我的皇上，跟他对对联去。16姑娘，吃饭没有啊？吃过了。好。你今天杀猪了没有？杀了呀。记得明天留一份给我啊。好。走了。已经到了。收腹，挺胸，笑不出笑，眼睛略往下看，声音要轻柔，书法胸前，温婉贤淑。我为你写了对联，念给你听啊。因你苦，因你累，因你眼泪哗哗流。讨厌讨厌讨厌，不要这样看着我嘛。下联也想好了，为你吃，为你狂，为你光光撞大墙。挖你们眼睛啊！快走啊！
你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夫人，看看这个，看看嘞，这个多好。哎，我不出城啊，我好歹也是个读书人，把我打扮成这样，扮女的也行啊，非得把我扮成老妈子，我不出去啊！别废话啊，咱们可说好了，不准反悔。就是啊，你别在这耽误功夫啊，不走就走不了了。要不你在这对联，对死你去！我对死就对死，我愿意。哎，反正给我换，要不然我不出去。文兄啊，我看你呢，就别再抱怨了。你看看我都怀孕了，我都还没说话呢。要不我给你换，怎么样？那我还是当老妈子吧。就是。哎，我说，你们到底买不买？不买滚蛋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啊？就是啊，在这人说话真得挑你快问说话！再说一遍试试。我什么态度？我1天都没生意了，布都卖不出去了。老板，我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呦我去！这不是江南四大才子吗？什么品味呀！呸！来人呐！江南四大才子在这呢！走吧，走，快吧啊！不是吧？这个可以。哎呀，快点！讨厌，跑那么快！跑啊！哇，这么快啊！堂兄，你慢点，小心给我开气啊！快！上面说。哎呀，真是华府啊！你跟他们有交情，打声招呼，让我们进去躲躲吧。咱们现在这个样子，秋香姐看见我们怎么解释啊？有了，这样，咱把衣服都脱了，妆都抹了。哎，不可，我们脱了衣服只剩家衣了，怎么见人呢？你个大老爷们有什么怕的？有什么不可见人的？男女有别嘛！别吵了，就让我们出城，去办那个对联雅集，遇到土匪被打劫了呗。这边跑。我们脱吧，赶紧脱！进华府。好。哎，好了，走吧，走。哎，走吧。哎，你们这怎么进去啊？哦，文兄，你这有点夸张了吧？还好吧？啊，是不是？那你看看人祝兄这个多真实。哦，堂兄，你这也太委婉了吧？请你吃，真大方。啊，走啊！哎，你们谁啊？秋香姐，是我们的。你们被打劫了啊？这也能看得出来。哎，我们刚刚去了对联雅集。哎，对。然后呢，正好赶上唱大戏的，堂兄呢一时兴起就让我们都扮上了。哎，一看扮相这么美啊，劫匪就给盯上了。哎，这也难怪啊！你们这被打劫的真好啊！打劫还好，怎么说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家老爷正想请你们吃饭，可外面太贵了，请不起呀。这不，你们不请自来，这不是打劫的正好吗？走，里面边吃饭边对对联。又对对联！走啊！老爷，我替你赏钱啦！还有个包子。这个放在这里，然后把它放在这儿，我就这么慢慢的点着它，然后然后正点王爷，干什么？王爷，不好了！我们的红衣大炮怎么样？不是，你知道吧？那个正德要来苏州，我告诉你啊。现在京城啊正好没人，我们就带着我们的红衣大炮，还有我们的精兵，一同杀进京城。你说怎么样啊？王爷，你怎么还想造炮啊？你赶紧看看吧，不然咱饭都吃不上了。看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赶紧看看吧，疯了，一个个都疯了。你赶紧过去看看，准保你也疯。大胆，去，走。喝酒啊！来，哎。这上联是呢，姑娘栽骨，鼓秧吊姑娘脚前。不错。哎，我也有下联了，只会烧纸，只会飞，只会头上。哎，好。
我先来啊！好，来，尼姑姑酒，酒美价廉，尼姑遗孤。有意思。我来一个，和尚上楼，楼高梯短，和尚。好，来。王爷，您看这成何体统？哎呀，王爷来了。王爷来了，您来了。哎，您是王爷，我们都是粗人，这对联还得向您请教，是不是？您教教我们呀？啊？对，向您请教，教教我。行，王爷，你千万别生气，这些都是粗人，喝高了。你们都喝高了，知道吗？对，听我说。既然这么有雅兴，你们这么喜欢对对子，对吧？好啊，我现在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许吃饭，只许对对子。听见没？都不许吃饭了都。再对。对了，王爷这是给上联了啊！哎，再对他，对他。从今天起，大家只对对子，不吃饭。哎，王爷，我有下联了。自明朝后，诸君只喝酒，免造炮。你看看，还没造反呢，他们都先反上了。是啊，你看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大胆！反了你了！哎，王爷，您动怒可以，可千万别动杀机呀！闪开！工匠皆良民呐，王爷是圣人呐，造炮添劳苦啊，喝酒解忧愁啊，一锤加一锤呀，千万别打空啊，志往一处出啊！嘿呦嘿呦，努力！嘿呦快点儿！嘿呦，下班了！嘿呦回家！嘿呦，搞一把！疯了！王爷呀，我平时小看你了，你可真行啊！江南四大才子，水兵不容，要向我们撤围。你是谁人到此？江南四大才子，你们听着，我们是来自全国各省的对联名家，这次专门找你们比试对联。如果你们躲在里面一天不出来，我们就一天不撤围。好了，别敲了，点炮。公子，粥来了。今天竟然拿这个对付我们！说什么？我说你就拿这个来对付我们，我得吃肉。吃什么？吃肉！外边都被围着，出也出不去，家里就这一升米，你要不吃就没得吃了啊！小气鬼，谁信呢？家里面就剩这一升米了，看你就是吝啬。你说谁呢？说你呢，懒得理你，贤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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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都在这儿，在徐家里面被围了4天了，门都出不去。你说，看着徐真卿竟然拿这种东西对付我们，要我说，他人就是小气鬼，吝啬，舍不得，当着咱们的面给咱们粥喝，半夜里面自己肯定偷吃好吃的。说谁吃独食呢？说你吃独食呢？谁吃独食烂屁股你自己知道。你出口成脏，你不雅。我出口成章还是出口成脏，我心里边有数。都饿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还管它雅不雅呢？我得吃肉。没有吃肉，没有吃肉，没有吃肉，没有。
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几个没有地方去，我收留你们，对不对？每天我还在这给你们看家护院的啊！你们现在还在这说我吝啬是不是？啊，还要出去投降，辱没名声。好，肉没有啊？想什么呢你？齐眉棍倒是有一根，要不要吃？我跟你说，徐振兴，你少吓唬我。我知道家里面除了这个米还有别的吃的。没有，没有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不用2天，我们就会有肉吃了。哎，唐公子，你快说说怎么吃上肉？想想啊，徐贤弟家里的这些米，顶多能够吃2天。那如果不想饿死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出去跟人家对对联。谢谢。但是你们愿意吗？不愿意。不想对对联，那就只能出去主动认输了。大不了就不要我们这个4大才子的名号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们愿意吗？这皇上要是来了，你们这么多天的努力不就白费了？又不想对对联，然后又不想认输，那我们就继续喝粥吧。反正还有2天嘛，也许这2天有奇迹发生。在奇迹发生之前，我们还是乖乖的喝粥吧。吃。我不吃，我就不相信还没有别的吃的。谁要对对联？谁要对对联？没事啊。哎呀，有粥啊，也不叫醒我，真是的。哎，你们都吃完了是吧？家里面就剩1袋米，谁信呢？我就不相信家里连饭都没得吃。
真的就剩这袋米了。哼，哎，我拿这袋米换肉吃，嘿嘿嘿嘿。朱志山，朱志山，快来！还有我呢！刚才闹着玩呢啊，别当真啊！终于应了堂兄的话，等着等着，等出奇迹来了。4大才子吃上胡萝卜了，难道我们是兔子吗？啊？唉，这兔子也比我们强啊！啊，兔子也得吃一整根吧，这半根哪够啊？公子，您千万别生气，人这一生气容易饿。咱家没米了，就这几根萝卜，还是我好不容易从地窖里弄出来的。要是几位公子嫌弃，那我先吃了啊。这什么呀，都烂了！别！还是堂兄对我好呀。你们看着我干嘛？不就一袋米吗？等有朝一日咱们能出去，我天天请你们下饭馆，大鱼大肉，绝不重样。你别说没影儿的事了啊！先说眼下，这顿吃完了怎么办啊？咱们连兔子都当不上了。贤弟，你最足智多谋，赶紧想想办法帮我们脱困呐！啊，就算帮我，不帮4大才子。开大门。对对联对死，纵强如饿死吧。走，我们去跟他们对对联。又对对联啊！你对得上这一波，不知道有多少波在等着你呢吧？来，抓过去。明白了吧？哼，过了这一波，我看还有没有人敢跟我们对对联？走啊，走！走！快！快一口啊！快一口！对对联！诸位五湖四海、天南海北的联友们，今日能跟大家在这里切磋，那是我等的荣幸。来，
请赐教。废话少说，我这儿呢有一上联。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长剑在手，荡平贺兰山。好，听着啊！看今朝，死缠烂打，寡妇居家，独爱小白脸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唐伯虎，你竟然对这种有辱斯文、有失富养的词啊？对联，能对得上的那就是联。平常我们对那些风雅斯文的联都对多了，对烦了。今天想对一些乡野俚语的了。如果你瞧不起的话，那我们就走了。不对，等等，我来出一联：身有彩凤双飞翼。好，我来对。拔毛凤凰不如鸡。这什么？这是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床头打架床尾和。哎呀，西塞山前白鹭飞，东村河边爬乌龟。你们简直就是4个臭皮匠，臭味都一样。哎呦，我来出个新的。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皆入耳，忧国忧民。我来对，油饼烧饼大馅饼，饼饼可下肚，好吃好喝。哎呀，华夏国中，孔子曰仁，孟子曰孝。我来对，烟花巷里，宝儿爱抄，姐儿爱俏。哎呀，这全是歪对，这怎么连青楼的词都出来了？我说你们4个。竟然好意思自称江南4大才子，我们诚心诚意与你们切磋对联，你们竟然会这些歪对俗对。哎，这位先生，对联不分雅俗，对得上的就是好联呐。请问刚才我们对的可有不符合对联规矩的？倒也合理。既然没有不符合规矩的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来吧，请。4才子。你们不要斯文，我们还要斯文。你看在场的，还有谁跟你们比试对联啊？我们不对了，我们走。别走，我走，继续对呀。对了，来，没意思，走，不对了。堂兄，你这个歪对果然是高啊！咱们不输不说啊，我估计以后呢，也不会有人再找我们对对子了。哎，那既然已经没有人围着了。那我该回家了，这都2天没回去了。我家河东父非吃了我不可。哎，对，我也得找个地方好好吃顿肉。哎，慢着。怎么了？今天我们在这里被人围得狼狈啊，可是有人挑起头来，却逃得逍遥自在。你们甘心吗？你是说黄二？他说的是黄二啊。那个黄二有名了。是不是也应该让他吃点苦头，狼狈啊？说的对，黄二。还等什么？找人呢？找人。哎，找谁去？黄二。还是他呀？黄二这么忙。算命。算命。算命！哎，徐前辈，哟，那个就是黄二，躲在这儿装瞎子，给人算命呢。算命！就没有你们丐帮兄弟办不成的事儿是吧？来，拿着啊，这来点酒啊！谢谢前辈。天下江湖中人皆是一家，有事啊您就吩咐。得嘞，走了。没事，我也入丐帮啊！欢迎。算命！找黄二对对联。公子，让一下。慢走啊！对，来，快走啊！谁家给你？哎呦喂！哎，好久没见到这苏州城的联王黄二了，你说他能去哪儿呢？是啊，都说大隐隐于市，
如果我是皇二的话，厌倦了功名利禄，必定要在我们热闹的苏州城里面找一个热闹的角落躲着。那比方说呢？城隍庙？哎，有理有理。如果要是我的话，我一定扮演一个算命的瞎子，这样不容易被人认识。乡亲们，皇二在城隍庙呢！城隍庙呢？对哟，刚才咱俩那段悄悄话，有这么多人都听见了。哎，这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啊！哎，刚才他们说去哪儿来着？城隍庙啊！走着。哎，借过啊，借过啊！算命了！皇二在哪儿呢？是不会放你走的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就差你了，你倒是对呀，对着下来呀，快呀！这引火烧山之计应该算是成了。谁让他是头名呢？还不得让他吃点苦头？哎呀，徐贤弟，你这样说话就不够大气了。文人相敬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主意不是你出的吗？对呀。我出的吗？什么时候啊？我忘了。走吧。知府衙门，南山头。南山头放炮。第一炮，知府衙门。第二炮，华府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各就各位。上火药。准备点火。2、5、爆！我来爆啊！3、2、5，爆！哎呀，去，把师爷给我叫过来。哎，我就是师爷呀。你站在这里干嘛？快滚！过来！王爷，我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？我来问你。哎，皇上要来苏州城，肯定是住在知府衙门。肯定。我们就在城外的南山头，安放红衣大炮，对准了知府衙门，一轮猛轰。到时候一次到位。哎，我想问你的是啊，红衣大炮在这里打完一次，能不能调整一个位置，再向另一个方向发起进攻？到时候只要测好距离，稍调方向和炮口的高低，就可以轰起大地方了。说得好！我要先炸皇上，再炸华府，把那个糟老头炸上西天去。反正辛苦了。好，你就在城南的山头勘察一个地方，安放红衣大炮。王爷，炮，那个，没怎么了？师爷，你不会说红衣大炮还没有造好吧？王爷，都怪小的无能，小的一心一意想为王爷铸造个举世无双的红衣大炮，日日在军前里废寝忘食啊！只是炮造出来了，载炮的炮车尚未造出，咱的炮没法动啊！那就去把炮车给我造出来啊！王爷呀，说到这红衣大炮的炮车不同寻常啊，用料极其讲究，须耐风雨而不朽，着烟火而不焦。
这世上唯有南洋爪哇岛上500年生的赤铁木才堪此用啊，王爷。南洋岛爪哇的赤铁木多少钱？聪慧不过王爷，我已经跟爪哇岛商人联系好了，对方出的友情价，2000两，这么贵啊？2万两，王爷。好，好，造2个轱辘，就要2万两，还说是友情价。这可真是天大的友情啊！我掐死你呀！没有。王爷呀，这炮没有炮车，它就没法动，没法动，您就成就不了您的大业呀，王爷。难道你就忍心弃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吗？多少黎民百姓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那东方出太阳，求菩萨，求神灵，求那圣人救万民呐！他们盼的谁呀？盼的就是王爷您呐！王爷，我代表天下万民给您磕头了，求求你，救救他们吧！给我听着啊！钱没有了。过去钱是男人的胆，现在啊，红衣大炮就是我的胆。背上去，抬上去，扛上去也好，也要把红衣大炮安放在山顶上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以前造炮的那些烂账，我要一笔一笔的跟你算。王爷，小人认为，小人肩挑背扛没什么，但是这炮没炮车，准头就会受影响，怕耽误王爷大事啊。那你说，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王爷，小的已经想出一个办法。你看。这是小的刚刚研制出来的应急的宝贝，有了它，照样可以炸皇上。帅府，王爷，你看啊，别扔给我呀！哎呀！啊，师爷，师爷，师爷，我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此物叫轰天雷。王爷，听这名字，多威风，多霸气，一点引线就可以爆炸，价格还便宜，1000两一个啊，效果不比红衣大炮差。看看，树都给炸倒了。轰天雷，轰天雷这个名字也太好了。可是这个太小了，可不可以再大一点，把整个院子都给我炸掉？王爷呀，这只是个小样，你想要多大，它就能做多大。很好，马上给你钱。好，1万两。哎，好，去吧。不是王爷钱，在哪儿？不是，我这钱呢？钱呢？钱呢？钱在哪儿呢？我看看啊。看什么看？快去啊！哎呀，想当初还造红衣大炮干嘛呀？不一样，王爷，您快走吧。太伟大了，太
太伟大了。抠人！来人！哎，全福！哎，师爷，告诉造炮坊啊，让他们继续闹停工。要是王爷去看炮，就说外人会把那个灰尘带进去，不能进啊。灰尘啊？另外，谢谢师爷。不是赏你的，这100两银子，你到后山找矿头报我的名字，让他们定做一个最大的炸药包啊！去吧。知道了。咱们以前受人追捧还觉得潇洒，现如今呢，我突然发现这平平淡淡才是真呐！啊，也不知道那黄二怎么样了。他我就不好说了。如果换了是我的话，现在恐怕变成疯子了吧？三位仁兄，哎呀，徐姐弟，你们快去看看，黄二在那对联都快对疯了啊！你的嘴是神嘴。哎，走，去看啊，去看看，快！哎，哪儿呢？那儿，快！黄二，哎，黄二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你瞧我这个啊，这上面写的是对联绝，绝对联，联绝对，连连绝对，连连对，对呀，啊，快点对呀，啊，哎，你对我这个对字啊，对呀，来啊，对呀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师兄，这黄二先生啊，怎么了？这是。哎呀，对了，走吧，没事，我不幸亏咱们逃脱了呀，要不然疯的就是咱们呀！哎，你们说他是不是装疯的？不会，黄二疯了，到时候皇上来了，谁能与之对联呢？看来这次这4大才子要出尽风头了。皇上什么时候来啊？你不知道，这知府大人说了，皇上明天就来，让咱们呢都准备好，一定要打起精神啊！来，好，皇上明天就到。哎，你们说，咱们现在把皇上弄倒了，到时候就该咱们在皇上面前大显身手了，你说是吧，堂兄？哎呀，都是读书人，其实我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心里也挺难受的。堂兄，我就不喜欢你这样，没句实话。哎，走，什么没句实话？你就一点都不高兴吗？一点都没有？哎，这不善良的你们！走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祝枝山，加油！胜利就在眼前，拔得头筹，黄金万两！哎，你们说这皇上长什么样啊？啊？不知道哎，是吗？会帅吗？不知道。哎，来了，来！来了，挡得真严实，要不然跟他打个招呼啊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。说好多少步了没有？这都准备好了。白老鼠啊！你一打岔我全忘了。哎，你看他们来了！快躲起来！皇上临驾姑苏城，百官臣民跪！皇上万岁！快去准备！来，预备，点火！平身吧！谢皇上！
这苏州城确实是与众不同啊，连放一个炮仗都这么大响声。哎呦，皇上，到这时候了，您还笑得出来呀？我笑什么呀？我是笑你们太紧张。你们私下看一看，这哪有什么刺客呀？啊，我倒是看到这城墙上有一副对子：天上月圆，地下月半，月月月圆，逢月半。好联呐，真是好联！每月15月半，正逢月圆。这人世间还真是有许多浪漫的巧合。我看此联真是绝世好联，这姑苏城也当之无愧是对联之城。三位爱卿，你们就别装着了。朕知道，你们是想给朕一个惊喜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，给您一个惊喜呀，给您惊喜。对呀，朕甚是欣慰，有意思。收了那副对子，让朕好好享受一下这对联之城的美妙。好嘞，皇上好对子，真是一副好对子。皇上进城了。说话，握个手呗，皇上。许贤弟，许贤弟，别乱说话。哎，握个手怎么了？我是祝枝山，他出的对联，胆子也真大，皇上面前也敢。哎，我看啊，这回这皇二啊有好戏看了。不好说呀，我看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不简单？哎，皇上握个手呗，皇上。哎，徐兄，哎，祝山，你下手能随便握吗？别拽我，刚才洗手。别闹了。哎，皇上握个手呗，皇上。皇上，这苏州景致优美，街道也不错，而且还鸟语花香。哎，这有你一份功劳啊！哎呦，皇上过奖，这都是臣应该做的。皇上，这苏州城里不仅风景秀丽啊，而且处处有对联，显得颇有书卷气啊。咱们刚才来的路上不都看到了，每家店铺的对联写的都很好。是啊，唉，朕常年身居宫中，要么是带兵打仗，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私下走走。这次来苏州，真是不虚此行，不仅增长了见识，还怡心怡情。你说要是能活在这对联里该多好！哎，你别说，就是这些对联，把朕的文字瘾也给勾起来了。朕也想找个人对对对子。哎，前一段不是有一个人应了皇榜得了第一，叫黄无忌吗？哎，他人呢？哦，他在苏州。宣呢？哦，好。还有那些个一都得了名次的，都给朕宣来，朕要跟他们作对。臣马上就去，马上把他们找来。哎，走。哎上次贺寿皇榜得了名次的人，请柬已经发了，只是怎么皇上召见，还有人不愿意来吗？大人，还真就有这么一位，任凭你怎么说，就是不能提这对联二字。大人您看，就在那儿呢。日对上酒，这不是得了第一的黄无忌吗？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大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都说不封魔不成佛，这个皇二啊，他就是因为对联太多，结果真的是走火入魔了。现在一听到对联二字，他就闹着要上吊啊！大人，您看这个人咱们是请还是不请啊？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皇上就找人，人找着了，封了不管我们的事儿啊！